后好奇心伴随我的梦，不顾一切去探索。温柔的曙光在我前方引领，路还远，别在意输赢。Just take me higher， 翱翔在云端。Just take me higher， 心里乱 ，but I can take you higher， 向往美丽新世界。Just take me higher， 把烦恼打开 ，You'll be alright，alright，alright。趁你群山为伴，一笔海相随，桃花在午后翅膀，笑得多自然。群星点缀着夜空，生活充斥着希望。认了之前有跟女生先沟通过吗？还是认了之后才跟女生说认？因为他现在在欧洲，那有时差，本来想跟他联络，但觉得他在那里行程也很满，想说先不打扰他。对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不知道。来，中间的记者朋友，换个背景。背景都一样。今天有没有话想跟大家说一下？觉得顺其自然吧。对，我们还是讲戏。那因为在我们公司，每个女生听到你这么勇敢的认了这件事情，大家都是大为赞赏，然后觉得实在是太帅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要直接认了这个东西？直觉，对。好，我们认了之前有跟女生先沟通过吗？还是认了之后才跟女生说认？因为他现在在欧洲，那有时差，本来想跟他联络，但觉得他在那里行程也很满，想说先不打扰他。对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消息吗？我不知道。在你眼中，君妮有什么优点啊？我觉得他个性很正面，乐观。跟你完全不同，你比较忧郁啊。跳过。他也很正面啊。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吗？就还在了解。还在了解。可是他到现在什么都没有说，你会紧张？在忙吧。对，行程比较满。所以还没见过你妈，你妈有没有关心你？有好消息再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关心。因为你妈一直希望你赶快结婚，是吧？是。现在以工作为主，对。我妈也比较朋友为主。戏里面是最杀前男友，然后那杨丞琳结婚，你